请奏乐。阮的主，阮的上帝，你堪得受荣光、尊贵、宽容，因为你捌创造万物，万物伫地，万物受创造，拢是对你的旨意。这是三甲来吟圣诗第517首，咱的乡土主所述。我
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你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来启应文第23篇，也是要对上主唱新的歌，要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要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得称赞上主，得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乎伊，得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得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天就欢喜，地就快乐。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就快乐。上主得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这是咱三更暗头来祈祷，听堂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创造宇宙万物，你也赏赐互阮人类会当来管理一切，祝福互阮会当生活无欠缺。你也赐下圣子耶稣基督，为阮人类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流了宝血洗清阮的罪。既然阮世间人认罪悔改，信主耶稣基督是阮的救主，阮的生命就要得到拯救。成做主的囝儿，有份属天的福气。阮也感谢你，伫即摆世界肺炎疫情创行的时，保守看顾台湾政府人民。会当尽力来防止这个疫情，无致到真大的损失甲惊吓。求主即时安静阮的心，互阮能用顺服、谦卑的心来敬拜阿罗你。今仔日阮也要伫遮礼拜中举行临时和会，求主你互一切的选举过程拢平安顺遂。选出合主旨意的中级同工，共同为上帝的国度来拍拼，为堂教会成做你所欢喜的教会，引带侪的人来到你面前，实行主所交代的大使命。主啊，求你保守陈牧师聪明智慧，来阐明上帝你的话语，会当发出亮光。
来照明阮每一个人的内心。主你的话是满有宽平甲快乐，遵趁主你的话去行的人，阮的生命就要得到改变，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款式。主啊，愿你的话时时刻刻来激励阮、提醒阮。愿主圣神引带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你。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这时咱赞美，请圣歌队，伊今仔要赞美是那路有多远。相信。
奖状。各位姊妹，大家平安。请咱继续掀开咱手头的圣经，咱掀开咱手头的圣经。今仔日牧师无做即个周报的大纲啦，吼。不过我有做即个 PPT。今仔日的读经的方式嘛是小共款，牧师会先讲一段经言了后，咱即段诗篇，咱一段一段来了解讲，诗人通过即段诗篇，要互咱得到啥物款的优赐，甲一个教导，一袂分享大声，咱个一概做伙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收拾阮性命，会当来到你所创造即个美丽的世间，踮伫遮享受伫即个中间。总是主上帝求你怜悯阮，阮人常常想要甲你超白大。阮懒散来使用你的受造界，主上帝求你怜悯，也恳求主上帝，当阮看起关天、大海、关山、峡谷的时，会当意识到阮人的渺小，通过安尼，会当互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头前，知阮家己的身份。主上帝，愿今仔日你感动诗人所写的俄勒的诗歌，倒一解，互阮得到教示甲提醒。主，阮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仰望伫你的手中，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环境的保护，甲维持受造界的运作，甲处事，甲宣教有啥物款的关系？环保跟宣教有什么关系？保护受造界跟宣教有什么关系？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都为什么咱总会基督徒生活的8爻内底有其中一爻是这个维护生态？维护生态，咱看咱家己的手报，有看到8伊裤仔无？其中一个就是安那，甲咱讲基督徒的生活其中一项就是爱来保护生态。教会一年一摆的野外礼拜，咱到底有抓到这个重点甲目的无？为什么咱爱进入到大自然的环境内底来敬拜上帝？一厝来吹冷气唔好吗？谁要进入这个大自然来做礼拜？我想，咱除了用咱人类社会的发展来学了上帝的伟大以外，请问大自然这个受造界，敢会使学了上帝的伟大？敢会使？敢会使应光上帝？会使嘛？总是咱嘛来想，这个世界受造是为着啥物？互咱人类男生来使用，也是上帝要通过伊的受造、伊的创造来显明家己的智慧、家己的奇妙、家己的强大。到底是对一种？是要互人男生使用，还是上帝要显明伊家己？我想，当咱每一届伫讲宣教的时阵，其实咱就是伫宣扬上帝的新创造。上帝的新创造，啥物叫做新创造？就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互旧人成做啥物货？新人。这是咱的宣教，宣扬上帝新的创造。互旧人成做新人，总是咱嘛得对创造源起头来了解，咱才通得到反省、甲即个悔改的即个感动。咱嘛才会当来意识到讲，回头来看创造上帝源起头的创造，咱才来会当意识到讲咱敢有互上帝荣光、上帝荣耀来受到损失。今仔日咱要通过诗人俄勒的诗歌，咱做伙来三思，上帝要怎样通过伊的创造显明伊家己，以及咱人伫上帝创造下面，咱必须爱来扮演啥物款的角色。好无？即时咱请苏伟5条乐
咱大先来读第1节到第4节的这个经文，而且咱嘛来看咱手头的圣经，互咱先来领受第1节到第4节，请。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是至大。你用尊严威严做衫来穿，你穿光明，亲像外衫，铁开天，亲像帳幕。伊伫水中安置伊的楼阁甲窗耳，用云做伊的车，用风的势来行，用风做伊的使者，用焰火做伊的车用。咱可以讲，伫即个诗歌的开始，诗人伊做一件代志，就是陪伴伊家己的心，陪伴伊家己的心，伊用家己的心甲神来喊话，讲爱用心灵甲心识来学乐主，因为伊要将一切荣耀拢归乎主上帝。是安那诗人要安尼特别来讲，伊要将一切荣耀归乎主上帝，因为一过去的迄个时代。迄个时阵的宗教，常常将自然的元素当作神来拜。有人拜风，有人拜云，有人拜山，有人拜石头，有人都有拜火，敢有？阁有拜雷公嘛？对无？咱头仔所看到第1节到第4节，才有讲到，这自然元素，日头，还是讲星辰、云彩风，还是讲闪电四呐，这的受造拢是为着要安那服侍上帝，这自然元素拢是要来服侍上帝。所以诗人一开始倒来呼吁人，爱通过这的受造来看见上帝的伟大。这的人无法度掌握控制的规律，却是上帝所掌权，却是要来受造服侍上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今仔风。正做上帝的使者，死呐，也是讲火焰，正做上帝的车用。那安尼，你袂感觉讲咱人非常的渺小吗？咱讲知影风的规律，每一届风台的时，咱知影风的规律对无？咱嘛知影即个死呐的规律对无？火的规律拢真大，总是这个规律拢是要来用来服侍上帝。就是咱人踮伫即中间，咱爱来想，咱人有啥物款的规律，会当来服侍上帝、荣耀上帝。所以咱看伊讲诗人对诗歌的开始，伊就通过自然界的规律来提醒家己，爱谦卑，爱用劳保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头前。接续咱倒来看第5节到第9节。即个经文，甲咱讲啥？将地下伫伊的地基顶，互伊永远无摇错。你用深烟亲像衣墙，压陷地面，这水淹过山岭。你一个发，水就紧紧走；你的雷一个弹，水就紧紧流。冲到山头，落到山谷。规伫你甲因定着的所在，你定着界限，雨水袂会搬过，无搁倒转来压陷地面。好，接续咱对第5节到第9节的经文，咱看去讲，上帝伊咧学了一件代志，伊学了讲上帝的创造是有次序、是有分别的，是有即个规矩去运行的。地就是地。海就是海，天就是天，水就是水，这个代志拢是分开有分别的，无交甜做伙。这互咱想起讲是创世纪的记载，上帝将水分开了后，有天甲海，有地甲山，万物拢伫即个中间来生团，来发展。某一个程度来讲，是无共款的环境。上帝就设计无共款的动物，伫即个中间来生活。有寒冷的所在，有炎热的所在，总是
就是有适合伫迄个中间生存的遮个动物。其实人类的社会嘛是安尼啊，每一个人的运数，每一个人的才情无共款，上帝互每一个人的任务嘛无共款。虽然有真济无共，总是你会发现讲，其实爱真有次序、真有规矩，伫个中间来运行。除非有人毋捌家己，毋知影家己的才情，毋知影家己的运数是安怎，结果去负担无需要的遮个职务，还是讲做无适合的即个工课，就来造成混乱。也无，其实咱人类的社会应该爱来回应上帝设计甲安排。咱必须爱互社会有次序、有分别，照规矩来运行，用安尼来学了上帝伊的创造甲伊的设计的奇妙。接续咱再来看第10节到18节的即个经文。雨水泉冲出伫山谷，流伫山中，互山林的走兽拢有通啉，也如得到紫喙焦。天中的飞鸟歇伫水边，吼伫树枝顶。伊对伊的楼阁中灌压山岭，对你所做的效果地就充足。伊互草发生，互精生通食，也有菜色做人的路用。互食米对地人出，阁有酒，互人的心欢喜。有油润得人的面，有食米保养人的心力。耶和华的树拢是得到充足的润德，就是伊所在黎巴嫩的碧香树。飞鸟做树伫迄内面，好徛起伫松树的中间。关山是互野山羊踮，石盘是沙番闪避的所在。伊用月来定着时节。到这。好，以上。谢谢。咱对第10节到18节的这段经文，咱看去讲上帝这位创造主为着伊的创造负责任。我讲一解，他为了他的创造负责任，是安那？伊互拢总的遮个动物，伊为着遮拢总的动物安排食米互因食，安排互因休困的所在。咱发现一件代志哦，请问遮个动物。因敢有需要做事，还是讲种植？无需要嘛？因有需要起厝来住无？但是上帝所修饰的环境，就安那，互因食饱，互因有所在来休困。即个中间，咱有发现讲，咱人类的食物上丰富，是安那？咱有菜色，有酒通啉，有油通运，都有五谷等等遮的菜色。虽然讲人类得到食物的方式，爱做事、爱种植，总是有一个重点。今仔日上帝若无要降雨的时，上帝无要降雨的时，五谷菜色敢有法度生长？无可能，无可能生长，就是你饲的这个动物精生，敢会生存，拢会喙焦死。今仔日万米的生存甲生长。爱挖靠上帝修饰的雨水，所以雨水对迄个时代人来讲，就叫做稳定啦，叫做稳定啦。总是主耶稣甲咱教过，咱人活地讲是靠食米，咱人要得到好的休困，讲是靠厝体，是挖靠主上帝话对无？所以咱必须爱挖靠主上帝。互咱的稳定，就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对伊的话来得到人命的饱，对伊的话来得到真正的活，然后咱是主耶稣基督会当得到真正的安息，会当得到真正的安息。接续咱再来看19节到23节，19到23节。伊用月来定着时节，日头也知通落。你互伊暗就做眠事，迄时树林内的百兽就拢爬出来，
西亚顿后掠物食，对上帝讨因的食物。日头一日出，因就走去觅，倒伫因的洞内。人出去做工，着无到下昏时。以上。通过这段经文，咱看去讲，诗人伊倒伫学了上帝一件代志。伊学了这位创造主，互万物的运行有时有尽啦。有时有尽，听有无？互万物的运行有时有尽哦。因为上帝的创造下面，休困也是讲安息，是真重要的设计。特别通过这段经文，咱会发现讲，上帝用人，诗人伊用人甲狮仔这种野兽的生活方式做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啥物？人透早出去做工课，下暗时休困，对无？总是诗人描写讲，透早狮仔你创啊？伫休困，下暗较出来安那拍啦，较才会食遮的食物。一方面，伫诗人的迄个时代，当然无电火嘛，所以人必须爱趁有日头、有光的时阵安那出来做工课。日落暗时的时安那爱休困。另外一方面，人要休困，是因为人的体力安那有限。通过这个休困，过工人才精神有气力，继续来做工来求生存。总是狮仔安那颠倒饼，透早日头刚是真炎，对无？咱知影哦，狮仔伊若是掠遐个动物，掠无着，食无着，因的体力会安那？会衰烂哦。饭无通食，头仔遐撞遐走安那，体力就无去。所以因为着节省因的体力，透早日头炎的时阵休困，下暗才那出来找物件来食。所以咱看去讲诗人一只学了上帝，互万物有时有尽，就是要互人通过休困来重新得到快乐。上帝创造一礼拜有7日，6日咱爱温群做啥物？做工。第7日爱哪？爱安息。相关的意思，人必须爱6日做工，第7日来到上帝面头前。通过上帝话的优赐，互咱得到灵性的饱。在上帝话下面，咱通得到灵性的安息。然后6日都有气力来做工。接续咱来看24到30节，24到30节，请。耶和华，你所做怎尼遐济，拢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满你的富有。遐有海，大搁阔，其中算袂了的动物，大小的活物拢有。伫遐有船在行，有你所创造的大鱼游来游去。这个拢在听候你，通照时互因食物。你互因，因就捡起来。你踢开你的手，因得到好物够饱。你黄因的面，因就看路；你将因的气收回，因就死无，来归伫土粉。你发出你的神，因就受创造。你互地面换做新。说着这段，诗人伊咧学了上帝大有宽平。诗人学了上帝大有宽平，这个宽平是安那？咱看地球的万物。拢通过因受造的奇妙来学了上帝，来荣光上帝。甚至是遐个反对上帝的势力，嘛相款含服伫上帝的面头前。即只咱小共款会当看到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就是地甲海的对比。咱先来讲海，海对犹太人来讲，代表反对上帝的势力。海嘛是犹太人的即个文化内底，象征危险、混乱、甲邪恶、黑暗等等。犹太人嘛认为讲，即个海温存来培育反对上帝的气力。即即个经文中，咱有看去讲，即个大鱼，其实原文的
翻译或者海中的怪兽啦，海中的怪兽啦。这个象征是啥物？象征准备要攻击上帝国的这个权势。总是咱有发现一件代志，是这个海遮尔危险、充满黑暗邪恶的所在，诗人伊描写讲，人所在的船，伫海顶安安然自在来行。诗人之遮伊要表达啥物？伊要表达讲，得安危险，得安邪恶，反对伊的势力，拢爱含伏伫伊的面头前。今仔日人踮伫即个危险的中间，会当安然自在、平安，拢是上帝保守照顾，拢是上帝保守照顾。所以人才会当伫危险的中间来行。若是安尼，咱讲海的部分讲了，那安尼即个地呢？即个地面代表啥物？即个地代表的是上帝掌权的范围，伫即个范围内底，会使来见证着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互万物拢活新。上帝互万物拢活新，通过伊的智慧，互万物拢活新。伫即个中间，其实即个地，嘛会当来预表，也是拢来比喻咱教会。咱教会就是一个上帝所掌权的状态下面，伫这中间，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智慧。通过圣经耶稣基督，万物拢活新。亲像头我所讲的，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智慧。伫这教会上帝掌权的所在，旧人要安正做新人，万物拢要活新。接下来，咱再来看31到35节。愿耶和华的荣光永远伫定，愿耶和华为着伊所做的来欢喜。伊看地，地就震动；伊望山，山就出烟。我要一世人耶和华来吟诗。我邀我的时，要我的上帝唱歌而乐。愿伊了我的情境，相做合意。我要因为耶和华欢喜，愿罪人对世上消灭，愿歹人拢无去。我的心神着俄乐耶和华，恁着俄乐耶和华。咱来到最后一段，最后一段诗人将伊的祈祷、伊的恳求，放伫诗歌的这个歌词内底。伊毋望上帝的荣光会当煞到永远。伊毋望上帝会当满意伊家己手所做的工，上帝满意哦，满意伊家己手所做的工哦。我想伫上帝创造下面，咱人的生命更新甲改变，就是上帝所做的工。所以诗人毋望啥物？诗人毋望上帝伫伊的身躯顶会当做工，安怎做工？互伊成做一个常常讹乐上帝的人。互伊成做一个善思上帝，得来得到快乐的人；互伊成做一个将家己的性命当作诗歌来讹乐上帝的人。诗人毋望上帝伫伊的身躯顶来做工，伊相信上帝毋若掌权即个世间万物，上帝嘛当改变人的性命，来更新人的性命。我想诗人自旧约时代的祈祷。来到新约一定实现啦，因为上帝互所有认罪悔改的人，拢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互上帝称作义。因为诗人一至35节的时阵，伊祈祷啥物？伊祈祷世间的安那，罪人安那，拢无去；歹人拢安那，拢消失。但认罪悔改的人，拢要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互上帝称作义。换一句话来讲，诗人所求的，是毋望上帝的疼永远袂改变，无因为人的背逆，人无要配合上帝，上帝就对人失望放弃。乃是通过基督新的创造，对人会当来更新甲改变，互上帝会当满意家己手所做的工。就是互伊所听的人，性命得到改变甲更新。通过安尼，
我相信上帝创造的荣耀会当得到更较大的荣耀。结尾来讲，我相信咱对这篇俄勒创造的诗歌内面，会当发现一件代志：宇宙万物拢照上帝的设计、甲运行，照规矩来运作。总是咱发现讲，一这所有的创造内底，上上无配合，上上无守规矩。人伫所有的创造内底，上无配合上帝，上无守规矩。换一句话来讲，伫上帝的创造内面，人会使讲是最后一个阶段。对人的这个新创造是最后一个阶段。当上帝当对人感觉满意、欢喜的时阵，创造才会来完成。讲到这，咱检查会感觉讲，保护受造界，甲宣教那些无真直接的关系。环保是环保，宣教是宣教，无真直接的关系。总是咱若是徛伫荣耀上帝这件代志。人活的，就是爱来荣耀上帝这件代志来看的话，这甲宣教都有真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上帝是通过伊的创造，创造天、创造地、创造海、创造世间万物，来荣光伊家己。总是这个受造界若受到破坏时，上帝荣耀敢会受到损失，都会受到损失。上重要的是。若是人一直拢毋捌上帝，人若毋捌上帝，就无荣耀上帝的心，人就会继续懒散来破坏这个环境、这个生态。反倒来讲，今仔日人若是捌上帝，知影爱敬畏上帝，因就知影讲爱通过保护环境、维护生态来维持上帝荣耀，来归荣光给上帝。我想，宣教甲环境的保护是一体两面的功课。最后一只也毋忘咱，今仔日会当通过这首诗歌，咱做伙来重视生态的维护甲环境的保护，嘛对这个受造界看起上帝的伟大。后礼拜咱要邀礼拜对无？毋忘咱行出去，通过这个受造界，意识到家己的渺小。看起上帝的伟大，阿门。对这中间，咱爱敬畏上帝，互家己谦卑落来。然后上重要是，搁转来，来检视咱家己教会，伫这创造的内面，咱敢有做无够野的所在？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诗人的诗歌，倒一摆来甲阮教导、甲提醒。通过这个受造界，阮看起你的伟大了后，阮来学晓敬畏你。阮必须爱来谦卑家己。阮嘛得爱来反省家己，敢有照你的设计甲安排来生活，敢有照你的设计来运行。敢有照你律法甲诫命的规矩来活。主上帝，恳求你帮助阮，是这个受造界，阮人那小是你最后一个阶段，是你升天升地降落的最后一个阶段。愿主帮助阮教会，是这个宣教的下面满有溃烂，互愈来愈侪人通过福音来信耶稣，来敬畏你。通过安尼做伙来保护这个环境，来荣耀主上帝你的名，嘛万国万民的性命会当来得到更新，互你的创造最后得到骄纵。主上帝，恳求你的信心帮助阮，转去倒一届，家己深深慢慢倒来读过这段的诗篇，对这中间来得到启示甲优赐。主安尼，愿你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这将
偌建立单数元即事来实现。这是我来报告，而报告大先咱来做伙读经句，我读一遍，煞接做伙读两遍。着敬畏上帝，归荣光予伊，因为伊审判人类的时到了。着敬拜迄位创造天地海甲水源的主。启示录14章第7节，请着敬畏上帝，归荣光予伊。因为伊审判人类的时到啊，着敬拜迄位创造天地海甲水源的主。启示录14章7节，着敬畏上帝，归荣光予伊。因为伊审判人类的时到啊，着敬拜迄位创造天地海甲水源的主。启示录14章第7节。请掀开第一页，下周侍奉甲一寡教育部的课程，咱家己来看。周间的聚会甲小组的聚会，咱请家己来看。第3页教会小组代祷事项，甲第4页奉献明细，咱请家己来看。有订单咱甲中职来接合。第5页消息报告，本主任今仔日要调是临时会员合会选举中级这个第1场、第2场合并时间9点半。社会公告有选迄个中级候选人、中二候选人这个于志平、林章洲、李正义；技术候选人穆桂英、刘廷圭、萧世娥、黄约瑟、李英灿、邓亚忠、蔡乃平、李正义、黄慈辉、尹丽芳。第2，10月份中级长老陈建州、技术柯明伟、傅奇芳。第3，下晡1点2701会议室要召开10月份的定期中级会，请中级出席参会，会后煞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
下主日第一、第二场礼拜要举行圣礼典、圣餐新，请兄弟有备心。第二，中昼12:27要召开关怀部会议，请部员甲野外礼拜的同工来出席。第三，12:30召开奖学金审查会，请审查委员来出席。教会消息：第一，汤教会要征财务行政干事，有财务会计经验2年以上，意思请寄即个汤市咱教会6楼利用街长老来收。第二，10到12月新安宫信仰的冒险旅程，欢迎兄弟到办公室来领取。第三，汤教会关怀60关怀据点，10月7上午9点，欢迎即个社区叫咱教会遮商人做伙来参加联谊活动。第四，2020汤教会野外礼拜，即个今仔日报名截止啦咱尽量把握即个时间日期是10月18，7:15伫丹门国小来集合，7点半出发，地点报名咱请家己来看。第五，教育部奖学金审查委员会公告，请咱家己来看。到今仔日中昼12点止所以咱把握即个时间。具体消息，本会林雪梅姊妹已经伫9月28伫汤教会完成性命个别的欢送会，请兄弟继续关心代祷，安慰遗族。第二，本会叶家珍姐妹的妈妈伫美国乳癌手术甲化疗，请兄弟关心代祷，求助医治。第三，前中山教会陈显林牧师因为脊椎骨刺甲狭窄，10月7明仔载伫马街德惠婚姻神经外科手术，请兄弟关心代祷，求助医治。教界消息：中山教会献堂感恩礼拜报名即个伫即个4楼遐利用登记咱公布人，请把握即个时间伫10月11日以前截止其他消息，合作社今仔日中昼12:07要来召开合作社理干事会，请理干事出席参加。10月份的生日伫后礼拜要来举行即个庆生会。以上报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唔通顾听音乐啦。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好，牧师直接来介绍有一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姊妹吴芳玲姊妹，吴芳玲。吴芳玲姊妹，咱拍鼓大欢迎。好，欢迎你，好，请坐。今仔日嘛是咱倒来新学期的即个新学生有来一节中间报告即个来蔡明基啦蔡明基，蔡明基，牧师长名拢一直也读唔对，是安那？因为伊迄字是一个金一个旗啦我一直也读旗，其实有这鸡啦蔡明基好，咱倒一届拍鼓大欢迎。好，我想煞接就要来建立即个临时和会，咱要来选举即个长老甲执事。我想伫即个中间咱请咱的工作人员来做备办。咱的兄弟姊妹嘛来备办心，等下会选举。另外留较到位入来，还是楼顶落来的人无签到名，来我遮补签名有过入来的人无签到名来遮补签名。若无就照即个人数
还搁签一下哈，来。好。够来，正经嘅。好啦，咱在场也未来签名报道的兄弟姊妹，请咱下当主动踊跃来台前书会者来签名报道，方便咱等下点名吼。来，在场弟兄姐妹，如果还没有签名报到的，请到台前诗会处，好，诗会台来这边来报到，来这边签名。哎，好，咱来边仔兄弟问讲，你签名未？拢签了啊，吼。卖特照出来，一直改，一直改。哦。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啊，咱有定所算，这届临时会员合会应该爱出席的，好，应该要出席的，出席的是232人，232人。但现在有出席148个，148个，所以过半数有来参会，有来参会，总是。等下投票的时是用发票过半数来准哦，吼，是以发票过半数安尼来算哦，吼，毋是用在场的人过半数来算，吼，所以发出偌济票，迄个半数开始来做最后的决定。啊，伫遮嘛来呼吁，请问等下丢了的票爱选几个？拢无人听我讲话，来丢了爱选几个？这次爱选6个，但你边人讲，这次选6个，丢了选2个。好来，牧师直接倒来讲一下规则啦，吼。假使讲，咱的这次第1届的投票投出3个人，安尼第2届投票爱投几个人？嘛是爱投3个对无？总是第2轮要阁选袂出来时阵，都有3个人来到第3轮的时阵，会得更加1个人，好，比做4个人落来选，安尼知影我的意思无？好，知影这个意思吼。好，啊，自丢了当天要发票进前，咱阁一届做伙来祈祷，请咱用敬畏的心。严肃的心来进行这个选举，请咱用敬畏、严肃的心来进行这个选举，咱做伙来祈祷。
天父上帝，恳求你的神运行伫这中间，恳求你的信心帮助阮，用严肃、用敬畏、用祈祷的心来投这个票。也愿主上帝，你通过安尼选举来呼召竞选你要使用的人。愿主上帝会当互阮自头到尾，拢用祈祷来守望整个投票的过程。主愿安尼向你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只是请丢了同工来唱名发票。来，这个我若叫着名吼，来头前领票吼。请咱的同工就位吼。王浩杰、邱慧玲、王丽泰、王淑芳。刘佩君、萧素娥、陈碧莲、听碧莲、黄碧霞、林占茂、林忠茂、苏幼年、赖秋美义、赖建义、黄淑慧、黄约瑟、赖冠辉，还谁啊？桂玉娇，我这等下叫。陈建忠、林富祥、陈玉棉、郑雨彤、潘瑞琼、傅奇芳、单阿转、陈阿全、陈金玉、陈君英、黄水金、蔡怡如、黄嘉怡、黄腾毅、赖玉玲、范明燕、陈瑞楚、谢宗轩、陈根柱、郑欣怡、于继平、于明月、简丽然、
照片，黄文光、李明霞、今仔选举才有迄个，话讲无熟悉顶悬才有相片无特别介绍啦。陈秋信、黄文正、简碧慧、彭秀芬、林吉春、黄叶珍、林嘉文、蔡秀莲、苏宏密、陈瑞香、刘俊龙、吴丽玲、罗庭轩、蔡乃平、吴美惠、李金梅、李金梅，你边的人甲讲一下惊听无？李金梅、李金梅，你又来看卖一下，出去是吧？好，好，我知道。张正义，小义哥，毕国联、陈维明、吴秋红、庄淑丽、林炳宏、林陈淑贞、陈柏妍、周雪梅、曾叶凤、林显信、郑雅雅、黄李秋香、李秋蕊、阿瑞亚、黄丽文、吴传兴、周慧珠、彭佳慧、陈淑贞、林可欣、
张伯钧、苏怡玲、柯明伟、廖慧英、蔡锦珠、戴怡卫、卢敏珍、孟桂英、闵映如、周环美香、李文圭、贾珍、苏丽美、简成、简楚桂花、赵淑英、穆桂英、林武雄、叶丽义、陈庭贤、张雅敏、郑惠美、尤翁斌、陈美智、尤允珍、尤允约、李庆章、简秀柱、李正义、朱美玲、吕鸿祥、王丽清、李怡轩、谢旭升、谢明俊、戴义院、林立义、陈楚、林素珠、林寿珠、陈李秀玲、李茂成、某贤、李某贤、蔡美娟、刘扣辉、王专文、李延慧、
林漳州、吴丽颖、梁凌雄、蔡锦业、黄传俊、温立竹、刘敏洲、潘桂娥、沈雅莹、吴文仁、赵美珠、许丰恩、讲一下哈，梁慧玲、陈之妙、李娟秋、刘生祥、于美莲、李秋桃、吴慧婉、尹丽芳、彭玉群、叶华云、宋继堂、白洁玲、刘泰山、陈正清、陈建清、林书淑静、徐淑晶、翁水婉、黄雪妍、卓叶妹、何怡珍、庄玲蓉、王淑辉、薛丽华、李秀媛、好，陈秋花、柯宏斌、任珍妮、李正义。一上吼，你有来到现场，有可能你无听到，还是无签名，啊，老这种安尼吼，请来到头前补签名，怡亨嘿，补签名一下好不好？怡亨，那个清水遐真清水。是安尼，哎，他伫啊，文贵啊。对，佮加多者，下个出飞来嘿。
来，港都有人，你伫现场，总是你无叫抢到名，还未完成投票的有无？请来到台前。来，李半英，嘿，李半英吼。你人伫现场，总是无抢到你的名，你嘛无完成投票的动作的，请来到台前司会台直接来报道。有签到吗？再等2分钟，要尽快，因为等他们会整个程序都提了，你知道吗？等2分钟吗？还是他们要投下一轮？没有第一轮就是没有人投到啊，因为有可能会有第2轮、第3轮投票。我们就继续好不好？就先继续。好来，无输得问最后一届哦。你人伫现场，无甲你抢到名。来，无甲你抢到名，还是哎签好，无叫到名吼。好来，完成这个动作了，阮才有要来进行开票的这个动作吼。好，无输得问最后一届哦，这届问了就无得问啊吼。你人伫现场，无来抢到名，无完成投票的，请来到台前来反映，哦，也是讲补签名。好，来第1轮的投票，直接来完成，接续要来进行开票的动作。
可以亏点。嗯。嗯，哎，对，报告那个，这边。喂，可以吗？1、2、3，可以啊。过来。来，直接来报告，咱发票152票，收回152票，所以过半数必须要有77票。好，这数票嘛相共款，发出152，收回152，过半数相共款是77票。但我这是要来抢票。丢落的部分先来抢票。2号、3号、1号、2号、1号、3号、1号、3号、1号、2号、2号、3号、1号、2号、1号、2号、1号、2号、1号、3号、1号、2号、1号、3号、1号、3号、1号、3号、2号、3号、1号、2号、1号、3号、1号、2号、1号、2号、1号、3号、1号、2号、1号、2号、1号、2号、1号、3号、3号、3号、1号、3号、1号、2号、2号、3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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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2号、1号、2号、1号、3号、1号、2号、2号、1号、3号、1号、1号、2号、2号、2号、3号、2号、1号、3号、2号、3号、1号、3号、3号、1号、3号、3号、2号、3号、3号、1号、2号、2号、3号。啊，这样那个，这不是。
2号、3号、1号、2号、1号、3号、3号、1号、3号、1号、2号、1号、2号、1号、3号、1号、2号、2号、3号、1号、2号、3号、1号、2号、1号、2号、1号、3号、2号、3号、1号、3号、2号、2号、3号、1号、2号、1号、1号、2号、1号、1号、1号、3号、1号、2号、3号、3号、1号、2号、2号、3号、1号、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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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3号、2号、3号、1号、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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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号、1号、3号、1号、3号、1号、2号、1号、1号、3号、2号、3号、1号、2号、1号、2号、2号、3号、2号、3号、1号、1号、3号、2号、3号、2号、3号、1号、2号、2号、3号、3号、1号、2号、2号、3号、2号、3号、1号、2号、2号、3号、3号、2号、3号、2号、3号、2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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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号、3号、1号、2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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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1号、3号、1号、2号、2号、3号、3号、1号、2号、3号、1号、2号、3号、1号、2号、3号、2号、3号、1号、3号、1号。2号、
3号，2号，3号，1号，2号，3号。好，长老唱票。方向写唔对，我紧看你啊。好，开始啊！1号、3号、4号、6号、7号、9号、1号、2号、3号、4号、5号、10号、2号、4号、5号、6号、8号、9号、1号、2号、3号、6号、8号、10号、1号、2号、4号、6号、8号、10号、1号、6号、7号、8号、1号、2号、2号、3号、4号、5号、6号、1号、3号、6号、9号、1号、4号、7号、8号、2号、3号、4号、5号、8号、9号、1号、3号、4号、7号、9号、10号、1号、2号、5号、3号、6号、1号、2号、3号、5号、8号、9号、1号、3号、4号、7号、9号、10号、1号、6号、9号、10号、1号、2号、3号、4号、5号、6号、1号、5号、7号、9号、2号、3号、4号、6号、8号、2号、3号、5号、7号、1号、2号、
5号、6号、7号、10号、1号、2号、3号、4号、5号、7号、1号、3号、5号、8号、9号、10号、1号、2号、3号、7号、8号、1号、3号、6号、10号、1号、2号、3号、4号、5号、10号、1号、4号、10号、1号、2号、3号、9号、10号、1号、3号、5号、6号、8号、10号、2号、4号、2号、4号、5号、5号、6号、7号、9号、1号、2号、3号、5号、8号、9号。3号、5号、3号、5号、1号、2号、4号、5号、6号、9号、1号、2号、3号、4号、9号、1号、2号、3号、4号、5号、8号。1号、2号、3号、5号、7号、9号、1号、6号、7号、1号、2号、3号、4号、6号、8号。1号、3号、4号、5号、9号、10号、1号、2号、3号、4号、5号、6号、3号、4号、5号、6号、9号、10号、2号、1号、5号、8号、10号、1号、2号、4号、5号、9号、4号、6号、7号、8号、9号、10、1号、3号、4号、6号、9号、10号。1号、2号、3号、4号、6号、7号、1号、9号、1号、7号、9号、3号、5号、1号、2号、10号、1号、3号、5号、6号、1号、3号、5号、7号、8号、9号、6号、7号、1号、2号、4号、5号、9号、10号、1号、8号、1号、2号、5号、6号、7号、10号、1号、2号、3号、5号、8号、9号、8号、
9号、1号、4号、6号、7号、8号、9号、1号、3号、4号、6号、7号、1号、2号、3号、4号、5号、9号、4号、6号、7号、9号、10号、6号、8号、1号、2号、3号、4号、5号、6号、1号、3号、4号、5号、6、7号、4号、8号、9号、3号、4号、6号、8号、9号、4号、7号、1号，哎，对，哎，1号有下来啊，1号，你多有啦，3号、4号、7号、8号、9号、8号、1号、2号、5号、1号、2号、4号、5号、6号、8号、1号、2号、5号、8号、9号、1号、2号、3号、4号、8号、10号、2号、5号、10号、1号、2号、1号、2号、3号、4号、5号、6号、2号、4号、5号、6号、7号、9号、1号、2号、5号、6号、8号、1号、2号、4号、5号、8号、9号、1号、2号、3号，无啦，1号、2号啦，1号、2号、2号、3号、4号、7号、9号、1号、3号、2号、5号、9号、1号、3号、4号、5号、8号、10号、1号、2号、3号、5号、9号、10号、3号、4号、5号、8号、9号、10号、1号、9号、5号、6号、8号、1号、4号、5号、1号、5号、8号、1号、3号、5号、8号、1号、3号、5号、8号、9号、10号、1号、2号、3号、4号、5号、9号、1号、2号、6号、9号、10号、2号、4号、5号、6号、9号、10号、1号、2号、4号、6号、8号、10号、1号、6号、9号、1号、5号、7号、
1号、3号、4号、5号、9号。1号、3号、4号、5号、6号、9号。1号、2号、3号、5号、8号、9号。2号、4号、6号、8号、9号、10号。3号、5号、7号、9号。1号、3号、4号、6号、9号、10号。1号、2号、4号、5号、8号、9号。2号、4号、5号、6号、8号、10号。1号、2号、5号、7号、8号、10号。1号、4号、5号、7号、8号、10号。1号、3号、4号、6号、9号、10号。1号、2号、5号、8号、9号、10号。1号、6号、3号、4号、5号、6号、9号、10号。1号、3号、4号、7号、9号、6号、7号、10号。1号、3号、10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6号、8号、9号。1号、2号、3号、4号。1号、2号、5号、7号、8号、10号。1号、2号、4号、5号、8号、10号。1号、2号、4号、10号。1号、4号、6号、10号。1号、2号、3号、4号、6号、7号。3号、5号。2号、3号、6号、9号。1号、4号、5号、8号、9号、10号。1号、3号、4号、5号、9号、10号。1号、2号、4号、5号、7号、9号、4号、5号、7号。1号、7号、9号。3号、6号、8号、10号。1号、2号、3号、4号、6号、10号。1号、3号、4号、5号、6号、7号。1号、2号、5号、10号。2号、3号、4号、6号、7号、10号。1号、2号、4号、5号。没了，5号，5号，5号，
5号用了，6号、9号。1号、2号、3号、5号、6号、10号、1号、3号、4号、5号、6号、10号、1号啊，不对，更正8号，点死是了，6号、9号，哦以上。好，一只要来报告开票的结果，大成队长老的选举来报告竞争胜率：1号于志平93票，2号林章洲89票，3号李正义82票，取上关票2票，所以是1号于志平，2号林章洲来受竞选，成做美丽岛的这个长老，咱拍拍啊！再来报告第1轮计数的这个投票的结果。好，来有4张汇报，我再来报告。后来竞争胜了吼。1号穆桂英101票，2号刘廷圭70票，3号萧素娥74票，4号黄约瑟74票，5号李应灿78票，6号邓亚忠64票，7号蔡乃平41票，8号李正玉52票。9号黄慈辉65票，10号尹立芳53票，所以这次第1轮的选举结果有2位有过半数77票，就是第1号穆桂英以及第5号的这个李应灿。好，接续咱要来进行第2轮这次的这个投票。请咱注意，咱都剩4个吼，剩4个名额，因为6个爱选6个，所以即摆目前一定2个着选，所以咱都剩4个爱来投票。
好，各位兄弟，咱要来进行这次第2轮的投票。我想在投票进前、抢票进前，咱个一概做伙来祈祷。我们再一次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第1轮的这个投票，这个长老有产生结果。总是阮要继续第2轮这次的投票。愿主上帝，你的智慧你的竞选通过阮的手来呼召你要使用的人。愿主上帝，你掌管整个投票的过程。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注意听啦吼，较袂去闹交。那尽量选好到拢全部结果出来，再来离开啦吼。坚持啦吼。了，咱倒要分便当吼。即个了看情形，咱倒来分便当吼。我啦，蔡大明就出来领票吼，出来领票。王浩杰、邱慧玲、王丽泰、王淑芳、刘佩君、肖素娥、选4个吼。迄围起来，迄就是无茫选迄2个，选4名尔，本来6个就变成选4个，提醒一个。圆箍的大哥选4个超过了做汇票这摆剩8个啦8个内底选4个。好，杨卓华、周华姐。陈碧莲、黄碧霞、林章茂、苏优莲、赖秋美玉、赖建义、黄约瑟、赖冠辉、郭玉娇、郭玉娇、陈建州、林富祥、陈义绵、郑雨彤、潘瑞琼、傅奇芳、陈阿全、张阿转、陈君玉、王水晶、蔡怡如、黄嘉怡、黄腾毅、赖玉玲、范明燕、陈瑞楚、谢宗轩、陈根柱、郑欣怡、于继平、于明月、简丽兰、黄文光、李明霞、陈秋信、黄文正、简碧慧、彭秀芬、林吉春、黄叶珍、林嘉文、蔡寿莲、苏红蜜、
陈瑞香、刘俊龙、吴丽玲、罗庭轩、蔡乃平、黄吴美惠、李金梅、张正义、毕国莲、陈伟明、吴秋红、庄淑丽、林炳宏、林陈淑贞、陈柏元、周雪梅、曾叶凤、林显训、郑雅雅、李秋香、李秋蕊、黄丽文、吴传兴、周慧珠、彭佳慧、陈淑贞、林可欣、张伯钧、苏怡玲、柯明伟、廖慧英、蔡锦珠、戴怡卫、卢敏珍、孟桂英、闵映如、周黄美香、李文圭、贾珍、苏丽梅、简成、简楚桂英、简楚桂花、赵淑英、穆桂英、林武雄、叶丽义、陈庭贤、张雅敏、郑惠美、尤翁斌、陈美柱、尤允珍、尤允约、李庆章、简秀柱、李正义、朱美玲、李鸿祥、王立清、李怡轩、薛细生、谢明俊、戴义燕、林立义、陈慈、林素珠、寿珠、林素珠、陈李秀玲、李茂成、蔡美娟、刘扣辉、黄庄文、李延慧、
林漳州、吴丽云、梁凌雄、蔡锦业、王传俊、温立竹、刘敏洲、潘桂娥、沈雅莹、吴恩仁、赵美珠、许丰恩、梁慧玲、陈之妙、李娟秋、刘生祥、于美莲、李秋桃、吴慧婉、尹丽芳、彭玉群、叶华云、宋继堂、白洁玲、尤泰山、陈正清、林苏淑静、徐淑静、王水源、卓月妹、何怡珍、庄玲蓉、黄慈辉、谢丽华、李秀媛、陈秋花、柯宏斌、任珍妮、李正玉、杨卓华，刚才讲过了哈。陈怡亨、曾清水、詹清水、李曼英、好，他在后面哈。还有现场没有拿到票的，或者是还没有签名的，啊，请到前面来取票或者是签名啊。来，你伫现场，要不但是你还未来签到，嘛还未投票还没的。领票，嘿，啊，没有签到或者说没有领票，请到前面来。好了，我这么讲，好。请咱迄个技术同工吼，拄伫整理这票箱进前吼，请咱同时吼来发便当一下好不好？请外面的同工来发便当一下，请我们的执事同工来发一下便当哈。来，你即马人伫现场，你还未签到，
啊是讲你签到了，无带你抢到名，你拢无投票的这个动作的，请赶紧来到头前完成这个动作。好，哎。好，因为阮刚刚要开始算票，要来抢票，所以即马就无接受这个投票的动作。好来，咱一面分便当摕到的人，咱做伙来做食饭的祈祷。好，咱来做食饭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一直引带阮来进行临时和会的这个投票，台湾为着肉体的这个需要，直接领受你所手术菜色美牛。也愿主上帝伫恁遮中间，阮的心神又愿旨意伫这投票这个圣工顶面也愿主会当互阮一面领者，一面继续来关心，嘛恳求主上帝你的信心，甲阮提醒。这犹原是一礼拜的中间，所以虽然阮领者总是犹原用一个敬畏的心，直接来进行。领者大声向你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这次第二轮发票140张收票，140张，所以过半数必须爱71票，必须爱71票。当即时也要来开票抢票登记。3号、7号、8号、10号、2号、3号、4号、6号、4号、7号、8号、9号、2号、4号、10号、3号、2号、3号、6号、9号、3号、6号、9号、6号、8号、9号、10号、2号、3号、6号、9号、3号、8号、9号、10号、6号、7号、8号、3号、4号、7号、9号、2号、
2号、3号、6号、7号、2号、8号、9号、10号、6号、9号、3号、4号、9号、10号、2号、4号、6号、7号、3号、4号、7号、8号、3号、3号、10号、2号、3号、4号、6号、2号、3号、9号、10号、2号、4号、8号、10号、4号、7号、8号、10号、2号、3号、4号、7号、2号、3号、10号、2号、对不起，8号、8号、2号、3号、8号、9号、3号、6号、3号、4号、6号、9号、3号、4号、6号、10号、3号、6号、8号、10号、2号、10号、2号、3号、4号、9号、4号、6号、9号、10号、3号、4号、9号、10号、3号、4号、8号、10号、2号、3号、4号、6号、2号、3号、4号、10号、2号、3号、9号、2号、3号、4号、6号、8号、2号、4号、6号、10号、2号、4号、6号、9号、2号、3号、4号、6号、2号、3号、8号、9号、2号、3号、7号、9号、3号、4号、8号、9号、2号、3号、4号、7号、2号、7号、8号、10号、2号、4号、6号、3号、9号、3号、4号、6号、9号、3号、4号、7号、9号、2号、3号、4号、8号、2号、3号、4号、6号、7号、8号、2号、3号、6号、10号、3号、8号、10号、3号、6号、8号、10号、
6号、7号、8号、9号、8号、3号、6号、8号、9号、2号、3号、6号、9号、3号、6号、10号。2号、3号、4号、6号、6号、8号、2号、3号、6号、10号、2号、3号、4号、9号、7号、3号、6号、9号、10号、2号、3号、4号、10号、2号、3号、4号、10号、2号、3号、4号、8号、3号、4号、9号、10号、6号、8号、9号、3号、4号、6号、9号、2号、3号、4号、8号、4号、6号、9号、10号、2号、4号、6号、9号、10号、2号、8号、9号、10号、6号、8号、9号、10号、8号、9号、10号、2号、4号、9号、10号、2号、4号、6号、9号、2号、3号、8号、9号、2号、4号、7号、9号、4号、6号、7号、9号、3号、4号、6号、8号、2号、3号、4号、6号、2号、8号、9号、10号、2号、3号、4号、10号、2号、3号、8号、9号、2号、3号、7号、9号、4号、6号、8号、10号、3号、7号、8号、9号、4号、6号、9号、10号、2号、8号、3号、8号、9号、3号、8号、9号、2号、6号、7号、8号、2号、4号、6号、8号、3号、4号、7号、9号、2号、3号、8号、10号、3号、4号、6号、
7号、3号、4号、6号、9号、2号、7号、8号、9号、2号、3号、4号、6号、3号、6号、9号、3号、2号、3号、7号、9号、2号、10号、3号、10号、3号、6号、10号、2号、4号、6号、8号、3号、2号、4号、6号、9号、2号、3号、7号、3号、6号、9号、10号、6号、9号、2号、3号、9号、10号、2号、4号、6号、9号、3号、4号、9号、10号、2号、3号、2号、3号、8号、9号、2号、3号、4号、2号、3号、4号、6号、6号、7号、8号、10号、2号、3号、4号、8号、3号、9号、2号、4号、9号、10号、3号、4号、6号、7号、3号、4号、6号、9号、2号、10号、2号、3号、8号、10号以上。这是要来报告第2轮这次选举的投票的结果。发票40票，收回40票，所以过半数必须爱140票，发票140票，收票嘛是140票啦140票，过半数是71票，过半数是71票，来。竞争胜率2号刘廷圭71票，3号萧素娥89票，4号黄约瑟64票，6号邓亚忠60票，7号蔡乃平28票，8号李正玉50票，9号黄慈辉64票，10号尹立芳50票。所以第2轮有选出2位，就是2号刘廷圭、3号萧素娥。以上咱等下要来进行第3轮的这个投票。
伫进行第三轮的投票进前，牧师来报告第三轮的这个方式，一只会留三个名额，选2个，3个名额，但是选2个，好，分别是4号、6号跟9号，好。所以等一下你拿到你要投的票的时候，有3个名额，但是你只能签2个，好，你只能圈2个，勾选2个，好，这是我们第3轮的这个选举的规则，好。
少人去啊。哎，我去，都叫发票啊。嘿啦，叫发票。对啊，嘿啦，还得较费钱。好来，咱这碟要来进行这次第3轮的这个投票，当讲是咱最后一轮的这个投票。咱搁一届做来祈祷，用敬虔、敬畏的心、严肃的心来进行这个投票。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的气力、智慧，甲阮三个弟弟，会当互阮坚持到现在。总是阮继续需要你的圣手帮赞，将你要竞选呼召人通过阮的投票，将伊来显明。所以恳求主上帝，互阮继续用严肃的心、敬畏的心来进行这次第3摆的投票。阮将一切过程仰望伫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来进行。3个选2个吼，选2个，好，都要提醒一下呢。好，上面这里有3位，选2位哈。王浩杰、邱慧玲、王丽泰、王时芳、刘佩君、肖素娥、杨卓华、陈碧莲、黄碧霞、林张茂、苏优莲、赖秋美玉、赖建义、黄约瑟、赖冠辉、郭玉娇、陈建州、林富祥、陈义勉、郑雨彤、潘瑞琼、傅奇芳、陈阿全、陈金玉、黄水晶、蔡怡如、黄嘉怡、黄腾毅、赖义玲、范明燕、陈瑞楚、谢宗轩、陈根柱、郑欣怡、于继平、于明业、简丽兰、黄文光、李明霞、陈秋信、黄文正、简碧慧、彭秀芬、林吉春、黄叶珍、林嘉文、蔡素莲、苏红梅、陈瑞香、刘俊龙、吴丽玲、罗庭轩、蔡乃平、黄吴美惠、李金梅、张正义、毕国莲、给你讲。陈维明、吴秋红、庄淑丽、林炳宏、连陈淑贞、陈柏元、周雪梅、曾叶凤、林显信、郑雅雅、李秋香、
李秋蕊、黄丽文、吴传兴、周慧珠、彭佳富、陈淑贞、林可欣、张伯钧、苏怡玲、柯明伟、廖慧英、蔡锦珠、戴怡卫、卢敏珍、孟桂英、闵映如、周黄美香、李文圭、贾珍、苏丽梅、简楚桂花、赵淑英、穆桂英、林武雄、叶丽义，你叫过啊？嘿嘿，你就出去。陈庭贤、张雅敏、郑惠美、尤翁斌、陈美智、尤允珍、尤允约、李庆章、简秀柱、李正义、朱美玲、李鸿祥、王丽清、李怡轩、谢旭升、谢明俊、戴义燕、林丽玉、陈慈、林素珠、陈李秀玲、李茂成、蔡美娟、尤寇辉、王庄文、李延慧、林章洲、吴丽颖、梁英雄、蔡锦业、黄传俊、温立竹、刘敏洲、潘桂娥、沈雅莹、吴恩仁、赵美珠、许宏恩、梁慧玲、陈之妙、李建秋、刘生祥、于美莲、李秋桃、吴慧婉、尹丽芳、彭玉锦、叶华云、宋继堂、白洁玲、刘泰山、陈正清、林思淑静、王水妍、卓月妹、何怡珍、庄玲龙、黄淑辉、薛丽华、李秀媛、陈秋花、柯宏斌、任珍妮、李正义、陈怡亨、曾清水、李曼英、李曼英、李曼英、
遐有人无摕到票无？有签名，是还未签名，还未摕到票的，在头前摕票。还没有拿到票的，请到前面来拿票好，牧师直接咧宣布最后一届。你人有一现场，你要签到，总是来你抢到名，你未完成投票动作的人，请你赶紧出来完成投票的动作。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来开票所以来停止投票的动作。好，直接来报告第三轮即时的投票，发票108票，收回108票，对第三轮过半数必须要55票，第三轮过半数必须要55票。现在我们要来唱票，要来统计。来，开始唱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
6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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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票，9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4号一票，6号一票，4号一票，9号一票，6号一票，6号一票，9号一票
4号1票，6号1票，6号1票，4号1票，6号1票，6号1票，9号1票，4号1票，6号1票，4号1票，6号1票，6号1票，9号1票，唱票结束。好，咱第3轮结束的即个抢票甲开票，一定来完成一只来报告。竞争胜利4号黄约瑟57票，6号邓亚忠69票，9号黄慈辉64票，所以出2位上悬票，是6号邓亚忠、9号黄慈辉来着选。好今仔日咱的选举就到这，选举就到这。好，咱继续咱后面的即个礼拜上映的即个部分。好，牧师倒来报告一解，今仔日咱的临时和会长老技术选举的结果。长老的选举结果是由竞争胜利由于志平、林章洲来着选。咱请咱的着选，或者的同工请起立咱拍谱啊。好，倒来是技术着选的人员有竞争胜利穆桂英、刘廷圭、萧素娥、李应灿、邓亚忠、黄慈威这6位伫这投题过程受上帝竞选，咱请这6位着选的人员起立，咱拍谱大家恭喜。好，咱伫即个结束这个阶段，咱来做一个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选举来竞选阮，呼召阮成做基督的门徒，成做上帝你的使用，也为着教会上帝国的圣工一只来成做同工。愿主上帝帮助阮，继续为着这个所选出的长老执事，为着因代祷。关心因、协助因，会当帮助因为着上帝国做来拍拼，做来付出。主上帝感谢你对即届选举的即个保守甲看顾，拢通顺利。愿安尼用你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来上映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甲阮每一个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订阅绿岛。起立，行平安礼，互相称呼耶稣听你。平安